隔天午餐過後，男孩又故技重施，有狼啊！他假哭，狼來了，狼來了！村民們又急急忙忙地跑上來幫忙。當他們看到眼前寧靜的景象時，都生氣了。騙人精！他們大叫：你們開我們玩笑！你又開我們玩笑！第3天，男孩正在牧羊時，他注意到羊群們有點緊張兮兮的，在灌木叢外面有一隻大野狼出現了，還舐着嘴唇。救命啊！男孩哭喊着：狼來了！狼來了！村民們聽到他的呼救聲，嘆氣地說：那頑皮小子又在喊狼來了。那裡根本沒有狼，他已經捉弄我們太多次了。大家都回去各自工作。後來，當男孩的爸爸來找他，想幫忙把羊群帶回家時，卻看到了很嚇人的景象。男孩躲在岩石後面縮成一團。
兒兒那裏子剩下最後一隻綿羊了，其餘的全都化作滿地的羊毛。這個男孩因為發揮太多撒謊太多次，所以當他真正說實話的時候，已經沒有人願意讀多次咩意話？願意相信他了。